兩個人喺埋一齊，當然係好希望即係有一個美滿嘅婚姻啊！但係其實可能係兩個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啦，都真係要行到去離婚嗰一步啦。其實有好多糾結啊，其實佢哋可以點樣做咧？一係你就係真係想斬斷晒啊，重新開始嘅，你就離婚。但係如果你真係話啦，小朋友仲好細，好需要佢嘅時候，你就當佢即係一個朋友，可以兩個人互相分開一段時間。可能個先生分開咗之後，先至念到自己個老婆好，即係未去到話簽離婚紙之前，佢會有一個分居協議啊嘛。咁分居協議嘅時候，你可以分開一段時間嘅時候，大家再更加了解自己 handle 唔 handle 到，同埋對方 handle 唔 handle 到。但係如果你去到出軌呢個問題，根本係有佢同冇佢冇分別嘅，佢都唔會翻屋企嘅。咁點解唔離開咧？